都说主角掉牙必有其遇，而张无忌也不例外。他更利用掉牙的奇遇，机缘巧合之下获得了传说中的顶级内功心法九阳真经。而张无忌更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就是这4本书不仅让他从此百毒不侵，一跃成为顶级内功高手，更是彻底除去他体内数年的阴寒剧毒。无忌的孩子，难道真的没有救了吗？以为师的功力只能救他一时，要想完全断根绝义，除非我师父绝远大师复生，把全部九阳真经传授以阳止阴。想到师傅张三丰的话，张无忌顿时明白，玄冥神掌虽至阴至寒，唯有九阳神功可以驱除。可他还有一事不明的是，九阳真经又为何会藏于白猿的肚子？然而此时此刻的张无忌并没多想，毕竟此时的他早已切换角色，不用再受苦受累。殊不知张无忌能拥有这机遇，还有感谢轻易福王为一笑将他丢进万丈深渊说起。此前张无忌凭借主角光环从万丈深渊掉落，被一棵大树所救，之后更是偶遇了传说中的猴哥，并与其生活在一起。这天猴哥在张无忌一次下河游泳之时施展了72毒，当张无忌再次浮出水面之时，早已变换成了张翠山的样子。也是在此刻开始，释小龙正式杀青，从而换成苏有朋上线。然而苏有朋的张无忌上线，也代表了张无忌逆袭人生的开始。这天张无忌身上的玄冥神掌剧毒突然发作，刺骨的阴寒剧毒使张无忌瞬间失去了意识，从树上掉了下来。最近寒毒发作的时间越来越短了，我看我不许人世了。本以为没多长时间可活了，殊不知猴哥早已为他找到除去寒毒的方法。半夜时分，猴哥将张无忌从睡梦中叫醒，醒来后的张无忌却见猴哥朝外跑出去。不明所以的他误以为猴哥给自己送去定海神针，便紧随其后。很快一人一猴就来到了一处山洞，在猴哥的带领下，张无忌竟在山洞内发现了一具白人尸体。张无忌走近查看，不仅发现白人早已死去许久，而且白人的肚子上似乎有缝过的痕迹，显然肚子里面藏有东西。为了一探究竟，张无忌只好将白人肚子扯开。扯开的瞬间，张无忌竟发现白猿肚子内竟藏有牛皮纸。由于牛皮纸上有白猿的血迹，张无忌只好来到河边将其洗干净。然而当张无忌打开牛皮纸后，竟发现完整版的九阳真经。九阳真经，要知道九阳真经可是传说中的斗九神僧所创。斗九神僧认为九阴真经阴气太重，只重以柔克刚，以阴胜阳，未及阴阳互济之妙，于是创下4卷九阳真经。而这九阳真经正是克制世间所有至阴至寒的剧毒。事后张无忌将白猿埋葬好后，便开始正式修炼九阳真经。不得不说，张无忌的天赋可谓极高，仅用4个月就将九阳真经的第1卷初炼成效。体内的玄冥神掌虽有反噬，可好消息的是，发作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小。显然九阳真经就是玄冥神掌的特性。这九阳神功发挥效用，和我身上的寒毒效果冲击。为了尽快的除去体内的阴寒之毒，张无忌不敢怠慢，开始修炼九阳真经的第2卷。凭借主角的光环以及无与伦比的武学天赋，张无忌竟能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下，竟逐渐掌握九阳真经前3卷的所有精髓。4本真经我已经练了3本了，还剩下最后1本。